簽人書17第20節咁樣講到，人嘅心係講肥心，唔忠切嘅心，查亞心唔曉得到快樂呢個福音講，係講嘅失馬跌嚟跌去。也係咪跌落傷害？唔係意思呐，查亞心、肥心、失馬跌嚟跌去，攏總講我唔切心，講我發泄咪偏偏出出，一天跌落傷害，一天唔有快樂。但係呐，喺齊世世間係多發泄，多偏偏出出，嗱佢心唔忠切，一天之間唔有一天嘅心，唔有一平安嘅心。簽人書2第9節一樣人講到，係講你啲呢個真理。公平、忠切，呢個路途達得到好。那所以一責任呢，要照上帝嘅真理嚟行我忠切，行到正當，行到唔係偏偏出出，唔係發泄，一天之間得到好嘅路途。但係呢，忠切嘅人，心唔係肥心嘅人，要正嘅心，要照上帝嘅真理嚟行。上帝祝福自家要前途得到勝利，因為上帝合意，上帝歡喜及忠切嘅人最重要啊！對公婆忠切，對家庭都忠切，得到快樂，得到歡喜。阿們。